親愛的朋友們，在生活中，你是否曾面對即使拼盡全力也無法逾越 transverse 的難關？當我們徹夜憂慮、奮力掙扎，而局面卻紋絲不動時，我們會感到絕望。然而，就在那些奇蹟般的時刻，由於意想不到的幫助，問題會在瞬間迎刃而解。約書亞和以色列軍隊為了營救基遍人，在山路上奔跑了一整夜，他們付出了人類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。但就在他們追擊敵人時，驚人的事情發生了，巨大的冰雹從天而降，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殺死的還多。這裡值得關注的詞是 Nega 尼卡，他的意思是擊打或殺戮，但這不僅僅是普通的打擊，而是指將敵人完全癱瘓並制服時所用的詞。就在以色列揮刀的決定性時刻，上帝打開了天上的門，施行了 Nega，徹底粉碎了敵軍。這證明了對於那些堅持不懈、奔跑到底的人，上天會開啟意想不到的道路。這一事件預示了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勝利。約書亞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是拯救，與耶穌同名。正如約書亞踐踏仇敵獲得勝利一樣，耶穌在十字架上踐踏了我們真正的仇敵，罪惡和死亡的權勢。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天空變得昏暗，敵人可能以為他們贏了。然而，在那黑暗中，上帝正在成就最決定性的勝利，即擊碎撒旦頭顱的屬靈的Nega。耶穌通過十字架和復活，徹底解決了我們無法解決的罪的問題。親愛的聖徒們，今天有什麼事讓你們灰心嗎？以色列曾因被基遍人欺騙而犯下錯誤，但當他們盡到責任，堅守義氣並向前奔跑時，上帝扭轉了他們的錯誤，將其變為勝利。你是否因為過去的錯誤或現在的局限而停滯不前？請記住，當我們依靠耶穌並不放棄時，作為公義的太陽的耶穌會驅散我們生命中的黑暗，開啟意想不到的道路。比起我手中揮舞的小刀，上帝為我降下的冰雹威力更大。今天，請不要只靠自己的力量生活，而要信賴在那決定性時刻賜下Nega恩典的耶穌，堂堂正正地向前邁進。奉耶穌的名祝福大家。